美国的《时代》杂志今年选的年度风云人物是流行歌手泰勒斯，伊嘛正做这100年来头一个高一人选入去风云人物的名称。《时代》杂志表示，无人有才调像伊安尼，会当互遐济人感动。 To go on a little adventure together, and that adventure is going to span 17 years of music. 正一办全球巡回演唱会，美国有名的流行歌曲泰勒斯，会当讲是今年上请兄的人物。伊演唱会门票，若是一开始买就抢了，顺势所杀出巡回演唱会电影，共款也创票房的纪录。2个加起来总共有20亿美金的收益。根据 Spotify 的统计，伊的歌以261亿次。 得到今年全世界串流收听次数上最冠军。时代杂志讲，泰勒斯的成就，毋是用数字来看尔，因为伊创作的音乐内面的梦想加感受，感动真侪人的心。泰勒斯是时代杂志96年来第一位单独去选正做年度人物的演艺明星。打败这边入围的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、OpenAI 共同创办人阿特曼、电影《芭比》加参加八角的好莱坞演员加编剧等8组人。泰勒斯世界巡回演唱会将会一直办到明年12月。最近传讲有可能临时安排台湾场，虽然消息也无被证实，不过歌迷拢一直期待。公司新闻詹培敏分析。